有好多頂級嘅美女都係好窮嘅，知唔知點解？係咁樣，因為頂級嘅美女佢係成個社會最靚嗰批女仔，知道自己好靚，所以佢脾氣一般都好暴躁嘅，脾氣好臭嘅。佢同男人喺埋一齊，同有錢佬喺埋一齊，佢係冇服務意識嘅。佢係諗住我咁靚，我仲要服侍你，仲要老娘去服侍你，你個咁嘅大老粗，所以佢一般唔會服侍男人。佢冇服務意識，所以佢同有錢佬喺埋一齊，有錢佬係唔會好相信佢，覺得呢個女仔係養唔熟嘅，有攻擊性嘅呢個女人。但係往往嗰班小美女啊，佢有服務意識，佢知道自己冇咁靚，佢可以將自己嘅姿態放得好低，佢將個有錢佬喺埋一齊，大家拍拖，將個男人服侍得服服帖帖嚇，所以個男人就好信佢，佢就可以攞到大結果，就可以暴富，呢個係根本原因。